嗨，大家早晨。最近發現唔使返工之後，每日都可以8點前就自然醒，但返工時就日日唔夠瞓，究竟係點解呢？OK，又到每日常規內容空腹晨跑啦。雖然話跑步真係好攰，但係出一身汗嘅嗰種感覺又真係幾爽下。跑完返到嚟沖返個涼，做返個人先。好啦，晏晝就係面對現實嘅時刻，要開始剪片同輯節目啦。睇住啲時間軸同節目檔，真係剪到頭都大埋。終於明白晒啲 YouTuber 同埋博主出片嘅時間點解都會隔咁長啦。拍嗰時就話咁易，但剪片嗰時真係，哇，個頭嘩嘩聲咁，真係好痛苦啊！咁晚餐呢，就係食肉卷啦、水蓮啦，同埋超正嘅帝王蟹腿。此時此刻剪片嘅我又開始流晒口水啦。食完飯我就喺度講朝早刷到嘅一個好搞笑嘅片段，就係錢浩同田嘉瑞錄緊個綜藝節目組要佢哋演短劇。錢浩睇完個劇本之後就話標題同內容毫無邏輯，點知田嘉瑞就同佢講，演短劇之前要把你的腦子拿掉。原本錢浩仲發誓話打死都唔會演短劇，點知一轉身佢已經喺度背緊台詞啦。好啦，今日一日嘅 vlog 就到呢度啦。如果鍾意睇嘅話，記得點讚、收藏、追蹤啦。咁我哋聽日再見，拜拜。